印尼来学习一下几句从容解对话。首先，又带到宋景天老人儿么？有带到双证件与印章吗？有带到，又带到双证件。宋景天与印章吗？老人儿么？整句来喽！又带到宋景天老人儿么？又带到宋景天老人儿么？下一句，请问你做乜嘅爱开户？刚刚我们有教到开户，客家话是说开户后。不过这个在情境里面，如果已经在邮局或银行在问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是开户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开户，就代表是开户头。那我们来教喽。请问你，请问你，为什么做乜解要开户？爱开户。整句来咯。请问你做乜解爱开户？请问你做乜解爱开户？下一句，你下开户通为翕相，请看镜头。现在开户都要拍照，请看镜头。现在两下开户，将来翕相都要拍照，将来翕相，请看镜头，请看镜头。整句来，这边很多很难的字。你下开户，将来翕相，请看镜头。连续咯。你下开户，将来翕相，请看镜头。水妹，请等一下，办好嘞，我恨你。请稍等一下，办好了会叫您。请稍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办好了，办好嘞，会叫您，我恨你。整句组合起来，请等一下，办好嘞，我恨你。请等一下，办好嘞，我恨你。以上的句型是我们这个单元常用的公务句型，大家一样多说、多听、多跟着念，好不好？这样才会进步哦，加油！